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收睇粵語頭條，我係主播Coco。曾經嘅掃黃英雄，退休7年之後淪為階下囚。呢個充滿戲劇性反轉嘅故事，就發生喺世界工廠東莞。佢就係廣東省東莞市原市委書記徐建華。呢個曾經因為2014年東莞掃黃風暴備受矚目嘅官員，再次以意想不到嘅方式闖入咗公眾嘅視野。曾經喺鏡頭前邊雷厲風行指揮掃黃行動嘅市委書記，而家反而成為反腐利劍之下嘅反面典型。徐建華1958年出生於江西樂平，細個就跟隨父母遷居廣東韶關。17歲下鄉做知青嘅經歷，令到佢深刻體會到基層生活嘅艱辛。恢復高考嘅第2年，佢憑藉自身努力考入咗華南工學院，自此開啟仕途。由韶關普通科員起步，徐建華喺鄉下深耕20幾年，31歲升任政府部門主任，37歲躋身副市長行列，43歲出任市長，48歲就執掌韶關一把手大權。2010年底，52歲嘅佢調任廣東省發改委主任，1年之後又被委以重任赴廣東4少府之首、製造業重鎮東莞任職。彼時嘅東莞正深陷發展困局，2012年1季度，東莞經濟增速只得1.3%，創下歷史新低。徐建華走馬上任之後，果斷開出咗5味猛藥，推動東莞製造2025戰略，實施智能製造等6大工程，優化營商環境，吸引人才。為促成華為終端總部落戶松山湖，佢不惜喺會議上對推進不利嘅常委發火。喺佢嘅努力之下，東莞經濟慢慢走出低谷。12.5期間 GDP 年均增長7.93%，呢份亮眼嘅成績單令到外界一度對佢嘅仕途充滿期待。但係喺2014年2月9號，央視新聞直播間長達10分鐘嘅專題報導，徹底改變咗東莞嘅命運，亦都成為徐建華仕途嘅轉折點。報導曝光咗皇崗太子酒店、中堂元豐酒店等場所提供色情服務嘅細節，震驚全國。事發突然，連省市領導都毫無察覺。徐建華緊急召開會議，漏夜向省委匯報。第2日就成立掃黃專項行動小組，親自掛帥，率領6500幾個警力展開全城清查。呢場雷霆行動雖然迅速肅清咗東莞嘅色情產業，但係亦都帶嚟咗明顯嘅後遺症。2014年1季度，東莞社會消費零售額增速暴跌至全省倒數。儘管徐建華喺掃黃行動當中展現出堅決態度，但作為市委書記，佢終究難辭其咎。東莞地下產業長期存在同製造業並行嘅畸形發展模式，喺佢尚未完成騰籠換雀轉型嘅時候被徹底曝光。呢起事件加上佢當時56歲嘅年紀，令到佢錯失咗晉升副省級嘅機會。2016年4月份，徐建華卸任，成為東莞升格地級市之後首位未能更進一步嘅一把手。退咗休之後嘅徐建華並未遠離政商圈，反而憑藉昔日嘅影響力，頻繁組織飯局，拉攏老部下同商界人士。舊年3月份，東莞江西商會春茗聯誼會現場，佢嘅現身引發轟動。但係此時嘅東莞官場一早已暗流湧動。由年初開始，原紀委書記、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住建局局長等多位重量級官員相繼落馬。幾個月之後，徐建華亦都未能幸免，直至今年4月份，佢被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機關。今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